这海洋画甲足水的呢。对啊，老师，这是倒位？这是阮亲水的海湾绘本馆，是我甲一寡咱海线的朋友做阵母的。这间绘本馆已经开7年啊呢，内底足侪的绘本，还有志工妈妈讲故事，来举办各种的展览甲活动，服务过真侪大人囡仔，是一间充满爱甲梦想的绘本馆。这个形有是啥物件？有像树啊，第一有像树啊，还有像帽啊无？还有像裙无？有吼，有像哦吼，对无？吼。上老师的课真正足趣味的，连我拢对记头脑啊。看到大家认真咧听课，认真咧做，我发现老师身躯有一种足好斗阵的魔力。你要互咱即摆囡仔有啥物改变？我感觉上重要的是安尼，就是讲，我是希望用个传达一个价值观，就是讲你爱去了解你的土地，你会了解你的土地，你的土地有啥物问题？爱进一步去思考，伊用个安怎用会变较好。我感觉上重要的是这。你爱去爱你即个所在，你去了解，你才能互伊进步。对对。囡仔看到，就爱咱即片土地，咱就做伙来关怀。